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n。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在2周内做间歇性断食的成果。那先讲结论好了，我觉得成果是非常的好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先让大家看看我这第一天的身体状况跟最后一天的身体状况，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在体脂方面降的非常多，然后在肚子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只要胖都会先从肚子开始，所以我觉得肚子是最明显的地方，就先让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这是实行间歇性断食的第一天，然后因为我出国回来之后一直没有好好的进行我减脂计划，然后我现在打算实验看看间歇性断食对我来说有没有帮助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我差别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肚子，现在肚子就很油。这个是我间歇性断食的第10天，可以看到我肚子的油已经消了非常多，所以我觉得间歇性断食对我来说还蛮有用的。然后我特地穿了同一件衣服来做比对，我的线条都算比较回来了，虽然下腹还是有一点油，但是我觉得侧面都恢复的还蛮好的。好的，这个是2周的实验，所以呢，我又穿了一样的衣服。那这个是第14天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比第10天呢下腹又再更干了一点点，然后线条又更明显。我又刻意穿了一样的衣服。好啦，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差距非常的大？其实这个成果也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间歇性断食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的原因，是因为觉得我是很容易肚子饿，我也很爱吃，所以我会觉得间歇性断食这种减脂的方式不太适合我本人。但这一次是因为我觉得我去爱尔兰1个月之后，我的体脂真的飙得非常高，然后我整个身体非常的浮，非常的肿，然后尤其是我肚子就变得很油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何不来试试看间歇性断食的方式？所以我就开始我14天的实验。大家听到断食可能会觉得很困难，可是我自己采用的是168的断食，那就是等于16个小时是不可以吃东西的。再来呢，你进食时间就是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。那我自己呢是控制12点到8点是我可以进食的时间，等于就是我略过早餐了啦，应该可以这么说。这8个小时之内呢，基本上我是吃任何我想要吃的东西。当然，你说那种非常高热量的东西啊，比如说炸鸡啊，你可能8个小时都一直在吃炸鸡、喝奶茶，吃一些很不健康的东西，当然也是不行的。可是呢，基本上我就是正常的吃。你说便当我也吃，有时候卤肉饭我也吃，可能就是任何我想要吃的东西啦。当然，我还是会做一些营养素的分配，然后会吃到我当天所需的 TDEE。大概基本准则就是这样子。之外的16个小时呢，我除了水、茶、气泡水、黑咖啡以外，所有的东西我都不碰。就是你说可能什么零卡可乐那些，基本上我是不喝了。然后我就是如果真的很饿，我就会喝气泡水，然后或是喝水。那实行上呢，到底有没有困难？其实在第1周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点。那还有2个时间点，我觉得是我肚子最饿的时候，就是早上起床之后，你必须得忍到12点才可以吃饭。然后晚上睡觉前，因为其实我算是蛮晚睡的人，所以晚上睡觉前肚子也会很饿。那我很饿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我就是喝水，然后喝气泡水，或是尽量让自己忙一点，感受不到饥饿的这个感觉。那其实到第1天到第3天算是蛮痛苦的。第3天结束之后呢，我觉得就有慢慢习惯这样子的模式，然后身体其实也会变得比较轻盈。我是认真的觉得，身体的负担变得比较轻。再来是我觉得我的精神也变得比较好一点点，所以我个人还蛮推荐间歇性断食的这种方式。我自己是没有去测量那个我的体脂肪掉了多少啊，但是我自己目测的话大概是3%左右。那对于2周内有这样子的成果，我觉得非常的满意。在8个小时之内可以吃东西的期间，我也没有非常亏待自己啊，所以我觉得跟我想象中间歇性断食的痛苦程度其实还蛮不同的。间歇性断食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人体就是在你进食后的7到10个小时内会把你身体的肝糖消耗完毕。过了10个小时之后呢，其实你就是借由长时间的断食消耗你身体多余的脂肪。所以当然断食的时间越长，效果就越好。
这端看个人啦，因为也有些人会尝试是一整天的断食，24小时或者48小时。目前我是还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可以断食24小时到48小时，但说不定未来我可以。那现在我自己实行的这个168断食，我觉得效果、成果，然后跟我精神上面的改善也都非常的有帮助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关于间歇性断食的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问我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实验看看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喜欢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